好，那我们今天准备的呢是绞肉。我看这个绞肉没有很肥，对不对？没有，我用大概3:7的比例。哦，对，那呢很简单哦，这道料理非常简单。那我们主要有一点点的姜末，是蒜末，然后酱油。不过我觉得你今天的酱油也很特别，一般酱油的颜色不是都比较黑、比较深吗？我有先调过，我有加一些酱油膏。哦，有加这个 pepper， 你看他忘了说了，我就看它的颜色，不太对劲哦。哦，原来，然后因为酱油膏会有一点点干滴，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加糖了。那呢，我会加一点点的太白粉，再加一点点太白粉，再加一点那个香油。拌匀之后要不要甩呢？可以甩，可以不甩。其实，在我们加太白粉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太白粉还有一个作用，它就可以让我们的肉比较嫩的。哦，那我们在经过这样子拌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一种甩的作用。好，那一般来讲啊，我们在选这个豆腐的时候呢，在做这个香豆腐的时候，不会建议观众朋友去买那个嫩豆腐，对不对？对，因为嫩豆腐的话，你真的是很难哦，把它煎得漂亮，因为待会我们要移到锅子里面去把它煎嘛。所以呢，我们会希望呢，大家用这个所谓的板豆腐。那其实肉的味道你也不用太重，因为等一下我们还会有酱汁，还会有酱汁。对，那一样哦，我们豆腐就是先把它中心点先挖空，挖一个。对，也不要挖得太大哈，因为可能你觉得我很想吃这个肉，我就挖大一点，那就错了。因为挖大一点的话呢，你很可能底下呢就会破掉了。哦，你是用这个，我还以为你是用那个汤匙嘞。需要汤匙还是需要汤匙？还以为说花花什么时候练成这个绝技了？那我们现在看到哦，这样子的豆腐呢，它里面会有点出水的状况。哦，对，我先把这个水稍微这个小动作也很重要哦，不然的话，待会那个肉会浮起来，对不对？对，会跟豆腐是分离的。那有一个好方法就是抹一点太白粉。哦，抹一点太白粉，对，当做它们之间的这个接着剂啊。这个时候动作就要快了。我也跟着他非常的紧张哦。你看我这个助手，马上我刚刚拿给那个花妈的是一盆冰开水。煮好的蛋呢，放在冰水里面。那呢，要什么时候才能剥呢？就是要完全冷却，一定要等到蛋完全冷却才可以剥。那我们呢，就是把豆腐呢先抹上一层太白粉，之后呢再取适量的绞肉，再把它填塞进去。对，填塞进去。我这样泡泡的没关系，还是要平的？其实 OK 的，这样是 OK 的。我们就爱吃肉，就多用一点。难怪花妈那个2个儿子长得那么高哦，都快180了，对不对？哥哥快190，哥哥快190了，才高几？高1，才高1哦。好，其实这个香这个豆腐的这个肉哦，我觉得华人真的哦非常非常的聪明。豆腐呢这样子吃我们就不寂寞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想很多的花样啊，把这个肉末呢塞在豆腐里面啊，塞在苦瓜里面啊，塞在大黄瓜里面啦。我觉得中国料理真的太有意思了。对，一个绞肉的料理呢，可以呢有非常的千变万化哦。好，那我们适量的油倒下去呢。豆腐其实我觉得最好吃的状态就是有点恰恰就是说把它煎的呢有一点这样焦黄，然后那个豆腐香出来，然后吃起来还有一点脆脆的感觉。大概要煎多久？其实就因为上面的肉我看都是生的啊。对，那我们等一下要翻面。哦，对，所以为什么要有太白粉？这样子才可以把肉跟豆腐是扒在一起的。它才不会在你翻面煎的时候，等一下你翻过来，哇，肉是肉，豆腐是豆腐。哇，这个就是恰恰，大家看到了吗？锅子里面那个已经煎了一边的豆腐，这颜色非常的诱人哦。那火候要稍微控制一下。因为豆腐有水哈，所以在煎的过程，水碰到油可能会有点喷，所以妈妈们要
就是自己要去保持一下距离。通常我都是用这个锅盖就把它盖住了，其实也是可以的，对。所以花妈，我们一般做溏心蛋都是用鸡蛋哈，很少人用鸭蛋的。其实鸡蛋的口感会比鸭蛋好。哦，对，了解。大概有7分熟了，是。那我们就开始来直接在里面煮酱汁，直接倒下去就可以了。那酱油呢，我们是沿着锅边。为什么要沿着锅边呢？我们要呛出它的酱香味。对。那就加入适量的水。买回家我们要保存它，就是把它用一个保鲜盒，里面用水，然后豆腐放进去，这样子可以保存多个几天，不会坏掉。可是中途水要换水，还是说用我们的那个煮过的冷开水会比较好？对，煮过是最好的。对，然后就是中途的话，如果你要放个2、3天，你中途还是要换一下水。对，但是尽量啦，还是说趁新鲜好把它吃完。哇，看起来已经很好吃了。好，我们这个因为豆腐也会生水所以说我们在勾芡之前呢，我们这个卤汁呢不能太多不然就会觉得汤汤水水的那我们等一下薄薄的呢，勾个芡的话呢，会让我们这个豆腐的这个表面呢看起来呢更油亮那我们剩下的酱汁呢，就勾了一点薄芡之后呢，再把它淋在上面。对，其实这个时候这一道菜这样子做起来呢，宴客也很棒 ，CP 值蛮高的。CP 值。OK， 然后这时候就点这一点葱花吗？好，完成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道呢，香豆腐